真侪人赶要回高雄过年，不过今仔日台铁煞是无平静。早起台南路段的电车线受损，双线未通。台南龙田站到新市站启动接送车，伫咧过道1:08分开放通车。若苗栗东路有边高道50公尺的电缆去互剪断，造成火车8分。伫生化车头内底，民众赶大包小包的行李排队咧等车，不过煞是向外口咧排。这人拢是等要坐客运，因为原底要搭火车，不过煞无车通好坐。小姐大概在这边等了多久？半个多小时吧。他们说什么电线断掉，然后没有火车可以搭，完全不够啊！等了半个小时。他们说只有一台在跑而已啊。过年没司机啊，找不到司机。台南车头要回乡的民众嘛，共款吵。不过车帮毋是万分，都是还未确定。1月27这一天要回乡，煞拄到台铁电车线受损断，台南的路段双向拢未通。台铁赶紧联络客运来接人客，会当为龙田站往回新市站。不过到新市站了后，有民众怨叹讲，要是无火车，会当继续落南。是我们来这边之后也是没有车啊，火车跟接驳车都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是在这边等。等多久了？不知道。上北的行程嘛受到影响，所以真侪民众转去沙仑站改坐高铁上北。要去台中哦，所以改来这里搭高铁。对啊，因为台铁都停了。这个事故发生伫透早7点外，因为有民间公司宽频的网路线，那像去互风线断去，落来了后去破掉台铁的电车线，台铁派电力单位来修理，到下晡点外恢复双向通车。另外受到台东地震的影响，做路线的检查，地处高雄往东部的火车真侪嘛拢慢分。看要等还是在想其他的交通方式啊？会不会给你一些不方便哦？当然会啊。怎么说嘞？浪费时间啊！有人偷捡我们电脑，我们这边运转出问题。透早苗栗东路站的号志嘛出现各样，因为电缆线去互剪断差不多50公尺，所伫边高道都要封起来，火车嘛慢分。另外，渭水丰站到三条岭，这个路段嘛有出问题。伫连假回乡的高峰，代替北中南的路段，煞拢出现各样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